媽媽辛勤30年照顧植物人仔女。喺電影《笨小孩》裏面，葉德嫻照顧弱智嘅仔譚耀文，從來都冇計較。而喺長春，亦都有一個偉大嘅媽媽趙玉華。1984年，趙玉華第2個女突然喐唔到，之後大女同個仔都先後變成植物人。趙玉華接晒佢哋翻屋企，因為太多人，佢每晚只可以瞓喺書台，每日要撬開仔女個口餵佢哋食粥，餵完已經攰到冇力食飯，又要換尿布。94年開始，3個仔女先後死咗，點知又到最細個女發病，個女想自殺，但因為唔夠力死唔到。趙玉華唯一冇事嘅第3女帶住個妹去北京求醫，終於驗出佢哋4姊弟患咗冇得醫嘅遺傳性多發梗死痴呆症。仲有2日就係母親節啦，83歲嘅趙玉華只係想自己長命啲，可以照顧個女。